Hello，Tesla 就快到咗發仔嘅買入價啦！呢一隻科技股喺呢一半年入邊已經為發仔或者好多股東賺咗超過多過1倍噶啦。依家零成本呢持有緊，如果佢再跌多落去呢一個價位以下，咁我就一定會買。重點係越平就越買。呢一隻電動車龍頭啊，Tesla 特斯拉嘅股價正在經歷緊前所未有嘅低迷期。直到美股週五啊，即係3月7號呢一日，以262.67美元收盤。過去一週股價下跌咗超過10%，已經連續7週下跌，創下咗公司成立以嚟最長嘅連跌紀錄。公司係未試過連跌咁長時間嘅。特斯拉股價喺去年啊，即係2024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啦，即係特朗普啦獲勝，暴漲咗91%。喺呢個聖誕節前呢，達到咗高峰，接近480美元。不過最近一路慘跌。如果同Donald Trump 當選美國總統之後480蚊呢個歷史高位相比，股價呢接近已經腰斬咗噶啦，即係差唔多大跌咗一半噶啦。佢嘅市值蒸發咗8000億美元。嗱，我自己個人就唔會睇新聞啦，大行嘅報告，只係會100%執行自己嘅策略。我上一條片已經講過啦，Tesla 跌50%。一定會買啊！你想知道嘅話，就去翻上一條片去慢慢睇翻啦。不過發仔喺度都戴定頭盔先，今日買完呢，唔一定即刻賺噶吓，亦都有機會再跌深啲。嗱，跌得越深，儲得多，賺得多呢，就係常識嚟嘅。咁喺呢一條片嘅後半段都會 share 發仔嘅具體買入嘅方法同埋時間。咁喺講之前呢，要講少少廢話先嘅，因為最近實在太多新聞啦，唱淡 Tesla 啦，甚至乎有啲都有唱好 Tesla 嘅，令到好多人呢已經冇辦法執行自己計劃好嘅策略。等發仔化工啦，幫你哋驅下魔，心魔個魔。嗱，首先講下最近唱淡 Tesla 嗰啲新聞先啦。最主要就係因為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Elon Musk 呢就熱衷喺政治啊。帶領聯邦政府效率部DOGE 啦，咁就大幅裁減政府冗員啦，已經喺全美各地咧引發咗好多示威浪潮啦、抗議啦，係啦，佢又食飽飯冇嘢做啦，私闊行啊，咁就喺人哋德國大選都唔關佢事噶嘛，公開支持某一個特定嘅黨派啦，咁就令到啲人要抵制特斯拉啦，成個歐洲市場都要抵制佢啊。根據彭博嘅報導，最近呢，特斯拉咧又遭遇一系列嘅打擊。動搖咗投資者嘅信心，有啲嘅投資者呢，就亦都擔心Elon Musk 呢涉足咗喺政治啊，亦都會分散佢作為電動車巨頭執行長嘅注意力。依家啲人都講啦，喂 Tesla 跌得咁勁，但係馬斯克都冇話要去救個股價，都唔發下聲嘅。咁佢係咪即係專注喺從政，而擺少咗心機喺 Tesla 身上？另一方面，華爾街大行嗰啲分析師又開始重新評估。特斯拉，你係咪仲有投資價值㗎？美國銀行同埋高盛都喺上週下調咗對特斯拉嘅預期股價，其中美國銀行將佢目標價位490蚊下降去到380蚊，理由就係人們對新車銷售嘅擔憂，缺乏有關潛在低成本車型嘅消息，以及 Tesla 推出自動駕駛計程車嘅風險。咁高盛呢亦都會將個目標價從345美元下降去到320美元。佢又指出，特斯拉喺今年前2個月嘅電動車銷量喺歐洲、中國、美國部分地區都出現下降。嗱，咁呢啲就係唱淡 Tesla 嘅消息啦。唱好 Tesla 呢，認為 Tesla 今年可以去到1000蚊、2000蚊美金嘅人呢，就有以下嘅睇法喎。咁Elon Musk 喺今日3月9號喺 X 發佈咗 Tesla 一架叫做 Cybercab 嘅喺德克薩斯超級工廠自動駕駛巡遊金色金光閃閃想象一下佢即將遍佈全世界公共道路嘅一日。的士呢唔再識得兜路啦，香港嗰啲打風都唔再坐地起價收天價車費，原因呢就係的士大哥失晒業，全部都係由自動駕駛嘅的士去行。咁而家 Tesla 呢10000蚊美金都冇，咁如果真係實現到佢呢個咁偉大嘅版圖，咁1萬億實在太平啦。另外Tesla 呢有一個極度賺錢嘅業務，就係能源收入。2024年嘅 Q2 佢嘅能源收入呢暴增100%，相關嘅產品Megapack
Powerwall 嘅數量都不斷創新紀錄。阿 Elon Musk 啦都相信電網需求係未來呢有增無減啊！加上佢係科技巨頭，咩 Apple 啊、Nvidia 啊、Google 啊嗰啲呢都值2萬億啦。咁 Tesla 呢啲咁偉大嘅企業追到車尾燈，有個1.5萬億都好合理嘅。咁即係去返歷史高位，大概480蚊左右啦。嗱，如果佢個 FSD 即係佢嘅自動駕駛技術有機會入到中國，全中國嘅 Tesla 車主都要為佢埋單，直逼 Apple 市值去到3萬億都唔出奇啊！閒閒地去到幾千蚊美金啦，千幾蚊美金啦。咁真係有唱淡，亦都有唱好嘅。大家食飽飯冇嘢做，咁都可以當食下花生睇下戲啦。但係作為投資依據呢，就係咪搞我啦？因為啲新聞大行報告本質上呢都係啲廣告嚟嘅，佢哋投放咗好多人力物力時間去研究去揾資料，投放咁多錢，梗係要賺錢啦。至於佢哋賺緊邊一個人嘅錢，大家諗下啦，係啦，心照嘅，諗到呢就唔使同我講啦。好啦，講咗咁多冇用嘅廢話，終於要分享一下發仔會點樣儲呢一隻 Tesla。首先呢一個只係我嘅個人玩法，並唔係投資意見，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跟我買啊，因為我都幾孤陋寡聞啊。我未見過，從來未見過跟風買嘅散戶係可以喺股市上邊長贏嘅。好，明白晒啦。咁發仔呢，第一注啊就會喺250蚊樓下開始加注嘅，至少都要準備10注啦。咁我10注都係啲閒錢嚟嘅。咁如果你話喂，我冇10注咁多，咁至少都要5注啦。咁你起碼可以慢慢去買啊嘛。咁當我心情靚嘅時候啦，加咗注呢，我就會出鋪啦，或者係出片呢，再提大家噶啦。如果大家想好似上年咁啊，同我一齊大賺1倍嘅，咁你識做咯，like 啦，同埋 subscribe 我嘅頻道，咁你就第一時間可以睇到我嘅提水、買入價同埋幾時賣出。嗱，咁我發仔呢 plan 定好啦，應該至少每股要賺夠200蚊以上先考慮賣出，即係每股要賺1500蚊港幣啦，大概。嗱，舉個例子，如果你係250蚊買，咁你就至少揸到450蚊。咁如果你嘅平均價係200蚊，咁你就至少揸到400蚊，如此類推。係未 get 到晒呢？咁如果你同發仔一樣，願意喺散戶恐慌嘅時候低位買入 Tesla， 咁你就喺下邊打2025必賺，俾網絡大神加持一下，增加你賺1倍2倍嘅機會。記住係加持自己，而唔係加持呢隻股票。最後容許發仔潑一下冷水啦。嗱，發仔其實好少買一啲當炒股啊，理由就係當炒明星股一出嚟呢，其實因為佢哋已經投放咗好多錢喺廣告嗰度，俾好多人去認識佢。投放咗咁多錢，咁就梗係要連本帶利贏翻嚟啦。咁喺股市贏錢嘅方法，其中一個就梗係跌啦，危險性都會高少少。買少1-2隻當炒股其實唔使死嘅，亦都唔會影響你財務自由嘅速度啊。係啦，唔會影響你拔劍嘅速度嘅。咁依家美股一地呢，其實都有好多減價嘅優質股，其實唔需要死啄住1-2隻去買啊。咁如果你想知道發仔未來呢一年嘅部署，你可以 like 啦，訂閱我嘅頻道，等發仔呢好緩慢咁樣呢，1個禮拜或者2個禮拜左右啦，出一條片提提大家。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噃，拜拜。